面拉出我们2个人，然后我们穿的是他一个人穿的这颜色。对啊，好投入，对，每个都投入的，我都不知道拍哪个了。像那个后面那个，拉出啊，都跳得好，小洛也跳得好。头发粗点像，但是他来的次数比较少。没有了，这波节奏比较快，转圈都转几圈，转3圈左右。快放给我！今天我把那个音乐全部打包了，你们去下载吧。这个社区里面发了帖子，有60多首，然后应该全场的话应该是4个半小时。我已经做了那个视频了，应该今晚上传157个这种。对啊，这是小哥哥，打包了小卡。今天晚上传吧，应该传上去，总共视频加音乐63首，157个 G， 应该要2-3天时间才能够看。对，欧姆男的喜欢，女的他们说不喜欢，但是不存在啊。现在好像他们结束了。我考虑回无人机呢，但现在那个风力比较大，算了，不回了，算了，反正拍了几个小时素材了。
来一次。怎么可能呢？再来一次，不够。这对啊，都是年轻人专用的。认真都在家里面了，很多人都是美女，本来就是。你看那现在那个小罗马，美南法州又出产美女。Yakıza gözüm doğru şefati. Zaten meydan doğru hukala zeki. Yatancı minus bölges tutalım da dokunca. 这个就知道。我看。哦，我的10 minutes。还有10多分钟完了，就下班了。我把那个文件、音乐都传到那个谷歌的论坛里面，还有百度的网盘，一共280兆左右吧，有60多首歌，应该有几首是重复的，有可能是重复的，因为我没有挨着一首一首的听，我只检查有一首是不是有版权的问题，我怕那一首存在，然后我基本上听了一下，我就把幸好没有。其他都是没有版权的，随便传播。声音小一点啊。这个谁有打110啊？声音再小一点吧。他们只是接受任务而已，每天都认识了吧？因为出几个做，要做个那个记录那些，只有给他唱了。再来，没有了。还有。